谢谢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好不会。恭请无限慈悲，请到主公，闻到主公。目前怎么？还有，各位点心，各位领人领导人，以及各位组长，主席，我们各处组长，大家晚安啊。讲华丽，讲南边，首先，那么刚才，咱们依然，民政部的团，同员，依然来到这表演，笑到一家人一起高山区，带动互咱大家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咱个上重要。咱一定要看伊精神。今日他们牺牲他们的设想，比较挑人看。咱有点爱用咱个人的意识形态。受到在跳舞，感觉家己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心态，来面对着这物件。虽然同学有感受到。因这人的精神，让咱非常的感动。一年有走过了8条，因的牺牲绝对无可能。你讲摕油钱，你讲摕红包，你讲摕礼品，伊无这物件。所以老师教都要清清白白来，清清白白做等。因为这已经台湾省已经在考几十年过，因驶歹3台车、3台、4台、5台，我记驶到几台车。所以这个精神，你上早就对艺人出嘛，因早唔通去跳几条，会知啊，本来昨人要来咱车，会知啊，透早，咱离台北。敢若4点外，3点4点外，开车开了到车7点，开了到7点到7点半，因了后，搁咧收转到迄个宜兰。所以这种的精神，点点滴滴的精神，咱人甲讲起来，咱无对一个，若以咱进步前中，咱以后爱上班的，无对一个对能力。每一礼拜、拜六都出门。宜兰有需要，宜兰；台北有需要，台北都有迄个法令有需要法令。今日包括咱台北动物中心要叫伊去，明仔台湾动物中心要叫伊去，因为台北目前中有意大利有3位父亲，等下离台北，所以台北遐。有差不多20-30个，伫迄个所在咧做演习，因要请因，今日请因去跳这意大利的舞节看。毋过呢，伊已经之前的因呢，爱上单位，所以因袂当讲去走去啊。无因台北遐过拄啊，毋免8点钟就到，伊何必搁开3-4点钟来到咱这个所在？所以咱要甲讲起，因每一条舞，每一个舞蹈都代表因的精神。你有感觉因牺牲他们的设想，他们跳到无我，因为跳到无我去，你有感觉因跳出出来无？但是每一首歌曲，都代表咱所有的心声。如果你若用心去来看，你会感动。你会感动，你会流泪，上这种精神，咱今日当真正了的，真正了的，我会去陈安厝，伊
那像星座伊讲，我唔爱用星座，应该比较贵巧一对啦。安尼啊，我老师讲比较贵就巧一，那二个贵个。但是，伊甲老师讲，你若要我继续做，我继续行。啊，你若要做，我是要帮你行走，做啥我不用走。伊今年65岁啦，几岁啊？60岁啊，但是你60岁啊，65岁啊，吼。每年可能就是团长，啊，甲咱舞台组吼，因两个亲家啦，两个亲家啦，两个伊叫亲家嘛叫亲家啦，伊个查某囝叫舞台组的后生啊，所以家庭带动我，这个囡仔就是舞台组的孙仔，恁孙仔嘛吼，是，嘛是咱陈大全孙仔，这个外孙这两孙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咱这个精神咧修办好，咱这个精神，篱笆真正真多带入伊家庭，带入家庭。拄则徛伫边仔，迄是咱陈南厝的后生，伊的公主。所以伊的公主，即目前中做兵嘛吼，迄长兵兵嘛，可能拄啊穿拄啊有教，伊就伫装了遮，甲因做伙咧跳。甚至咱舞台组的囝嘛做长兵兵，因嘛是参加这个舞蹈团跳。即若要甲讲起来，一家伙啊，3、4代，几代？你们几代？4代啦吼，4代拢伫当中，咧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咱就感觉真正修学好，真正咱有即种精神的修道，什么人咧袂成道？什么人咧袂成佛？成道甲成佛，毋是足遥远，毋是足难度，毋是。咱我常讲，金刚经有一句话，伊讲安怎？欲乱生，欲胎生，欲心生，欲化生，这叫做欲界众生。欲有生，欲无生，欲有生，欲无生，叫做色界众生。欲非有生，非无生，叫做无色界众生，这叫做三界众生。伊安怎讲？我该令入无为涅槃而灭道之。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众生都灭道。这句是在解说呢。你今日这个修行者，你要度三界众生，咱欲界、色界甲无色界，你要甲度清。但是如是无量无数无边众这个长远心哦，你一定要甲度无清哦。度到二无上心可袂度，你阁袂使有这度，袂使颠倒心要度上心哦。这句人听了难，实太难。有点像我度我都度会行，有点像我度阮翁都度会行咧，有点像我度阮囝都度会行咧，有点像我度出面头仔都度会行咧。敢是安尼？要度到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甚至无为而业、无为而观入灭道之。